大家好，我係第13屆嘅獎學金得獎者羅希晴。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，轉眼間3個月又過去啦。就等我同你哋分享我喺1月同2月做咗啲乜嘢啦。今年嘅除夕真係過得特別難忘啦，因為家家戶戶佢哋全部都放晒煙花去慶祝倒數，而我都有去鄰居屋企同佢哋一齊玩煙花。呢段片就係我同我嘅寄宿家庭喺搭正12點鐘去迎接2025嘅來臨。我哋兩個都好開心，同埋越夜啲煙花會放得越激烈。喺1月21號，我住嘅城市 Houston 竟然落咗場雪，呢一個真係非常之難得嘅雪景。因為我寄宿家庭佢哋講過，其實 Houston 呢個城市唔係成日落雪。我真係好幸運遇到雪景喺我呢一年嘅交流之中，見到雪景我真係超級開心，因為呢一次係我人生第一次親眼見到雪。雖然我哋就冇玩雪球大戰，但係我都喺屋企後邊嘅後花園嗰度影下相同埋玩下雪咁樣。喺農曆新年嘅時候，我就邀請咗我嘅寄宿家庭同埋鄰居一齊去參加我嘅新年派對啦。喺嗰一日我就整咗火鍋啦，因為呢一樣嘢係最容易同最簡單嘅料理，佢哋都食得好開心。然後我都買咗啲毛筆俾佢哋體驗一下寫揮春，我就教咗佢哋點樣去寫福呢一個字。呢一個係我寄宿媽咪嘅孫仔，佢真係超級得意。同埋佢呢一個拜年手勢都係我教佢嘅。喺2月2號，我就參加咗人生第一次嘅 NBA 球賽。雖然我對籃球冇咩興趣，但係 NBA 真係一個好值得去嘅一個賽事，因為你會俾現場嘅氣氛感染到。喺同一日，我都去咗 NASA 嗰度參觀，話俾你哋知啊，原來 Houston 都有第2個花名㗎，叫做 Space City。因為第一個 NASA 就係起喺 Houston。接下來我就要介紹我嘅校園生活啦。我通常一返學就會衝去圖書館嗰度睇下書 hea 下咁樣。我間學校真係好大，所以無論係上堂定係去食 lunch， 我都要行好耐先可以去到。呢一張相係我參加 Tiger Fest 嘅時候影嘅相。Tiger Fest 係我哋學校嘅一個節日啦。點解係老虎呢？因為我哋學校嘅吉祥物就係老虎。學校成日都會舉辦一啲同學校精神有關嘅活動啦，咁可以增加一下學生對學校嘅歸屬感。呢條片就係我同我嘅朋友一齊去做 Cha-Cha Dance， 一個好流行喺美國嘅一個舞蹈啦，真係非常之開心。就係1月至到2月最精彩嘅精華啦，希望你哋鍾意我嘅分享啦。而家諗返仲剩返幾個月就要返香港啦，真係好唔捨得。但我希望繼續喺呢一度創造出更加美好、更加難忘嘅回憶，令我嘅交流之旅唔會留下遺憾。以上係我嘅報告，多謝。